主日崇拜咧，仲有2分鐘到，咁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嘅手機啊，咁我哋希望可以將手機咧關咗去，或者係調到呢一個靜音同埋呢個震盪嘅呢個狀態啊，係啦，咁啊唔會影響到陣間我哋嘅崇拜嘅開始啦。好，我哋仲有2分鐘時間，我哋可以收拾我哋嘅心情，等待陣間嘅敬拜。神俾我哋有個好好嘅力量，俾到我哋每天嚟到有去時間嚟到敬拜佢，同埋有我哋生活上邊嘅所需。好，祝福大家。將時間交俾 Seven。好，感謝主啊！感謝我哋嘅敬拜隊。咁啊，好歡迎大家咧，今日咧嚟到我哋呢一個愛傳承嘅中心呢個主日崇拜，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好，感謝主。咁嚟到今日咧，我哋睇睇我哋身邊隔離嘅左右啊，睇會唔會有啲新朋友到？好多啊，係咪？係啊，歡迎你啊！咁啊，係啦，咁啊，期待住愛傳承成為你嘅屬靈嘅家。好，咁啊，我哋有啲家時嘅報告嘅。咁啊，愛傳承咧係一個咧喺城市中建立
愛神愛人嘅優質門徒群體。神嘅命令就係叫我哋喺信他嘅兒子耶穌基督嘅名下，且照住佢所賜俾我哋嘅命令咧，彼此相愛。約翰一書3章23節。好啦，咁嚟到會場啦，咁睇睇我哋用準備嘅心靈去敬拜主。另外咧就係喺敬拜當中，我哋如果不便站立嘅咧，就可以坐低同我哋一齊敬拜。喺奉獻嘅環節咧，歡迎新朋友同我哋一齊參加。咁喺聚會完之後嘅5分鐘咧，咁請留步啊。咁今日特別有好多嘉賓可以同嘉賓一齊分享嘅。今日咧一個特別嘅日子啦。咁平時嘅主日崇拜咧，我哋有好多專題嘅，有啲神嘅話語。今日咧，神嘅話語就係想我哋去重溫一下喺過去嗰2個月，我哋有一個叫體法課程。咁今日咧已經嚟到一個叫結業禮啦。咁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咁喺呢個時間咧就出現咗好多嘅朋友啦，我哋身邊邀約嘅嘉賓啦。咁稍後時間咧喺呢個結業禮當中咧，我哋會有短片嘅分享。咁另外咧，我哋都會聽到一啲服侍團隊喎，咁佢哋都會嚟到呢度咧係有個台上嘅分享。咁仲有啲同工咧會見證一下。咁亦都會有頒發呢個出席嘅證書同埋紀念品喎。咁所以期待住稍後時間。咁係啦，咁我哋仲有其他嘅報告先。咁呢個報告咧就係關於澳門嘅短宣之旅啦。咁時間咧就係喺呢一個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即係下星期嘅星期六日。咁我哋咧教會咧就會差派一隊，哇！都好好動啊！總係有20人嘅團隊咧，去到澳門短宣喎。澳門咧，我都喺 AI 上面睇過一啲數據啊。澳門嘅人口咧，大約有68萬左右。信主嘅咧，係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咧，仲未到5萬人喎。咁原來發展空間咧好大嘅。喺呢2日當中咧，短宣隊咧係會喺街頭報道啦，向澳門嘅社區啦同埋朋友傳福音，仲會探訪2間嘅老人院，參與澳門個堅中堂嘅聚會，同埋負責嗰日嘅主日嘅崇拜嘅。咁我哋都期待住呢一個來臨。咁同埋咧，我都想邀請大家一齊站立，我哋咧就用祈禱嘅方式去為佢哋咧係呢個祈禱紀念嘅。短宣隊咧1行20人嘅行程咧安全啦、順利啦，能夠咧係預備到嘅可以完全擺上發揮，亦都可以領受呢個服侍社區同埋有需要嘅人士體驗宣教同埋服侍主嘅美好。好，親愛嘅天父，我們感謝你，讓教會13位大人和7位小孩子組成20人嘅短宣隊伍前往澳門。求主差派天使在前鋒開路，保守2天行程嘅交通與出入平安，賜下美好嘅天氣與健康嘅身體。求主賜下同心合意嘅靈，讓大人在服侍與照顧中充滿默契與包容，也讓孩子們充滿喜樂，彼此相愛，聽從順服。求主預備澳門當地嘅禾場，親自鬆開人心嘅硬土，挪開一切屬靈嘅障礙，讓我們所傳講嘅福音、所唱嘅詩歌，都成為他們嘅祝福與盼望。求主特別恩待這7位小孩子，開啟他們嘅屬靈眼睛，讓他們在過程中真實經歷與神同工嘅奇妙，從小種下宣教與愛神嘅種子，也賜給大人加倍的體力和耐心，成為孩子活生生的信仰榜樣。願這2天成為各家庭靈命轉化嘅里程碑。求主大大使用我們，得人如得魚，將所有榮耀都歸於主。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感謝主，我哋用信心嚟祈禱，亦都我哋聽聽神嘅話語啊！耶和華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的、地上的都是你的。歷代志上29章11節，我哋再睇多一個經文啦。
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馬太福音21章22節，我哋再嚟多次好唔好啊？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馬太福音21章22節，將稍後時間咧交俾我哋嘅敬拜隊啊！唔好意思，鬧教啲。今日好欣賞大家。我初返教會嗰陣時咧，都係戰戰兢兢咁樣嘅。但係見大家個狀態都好似好習慣呢個舒適嘅環境係嘛？好啦，我哋嚟啦，一齊敬拜神。真神，他名字叫耶穌，他來到這世界上，為要救贖你。生命的意義，盡在這福音裡，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耶穌是生命，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將憂傷變為喜樂，將懼怕變為力量。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穌，他來到這世界上，為要救贖你。生命的意義，盡在這福音裡，只要你開口呼喊耶穌，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將憂傷變為喜樂，將懼怕變為力量。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耶穌是生命，一切問題的解答。耶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將憂傷變為喜樂，將懼怕變為力量。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耶利米書29章11至13節，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
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依靠，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依靠，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我在尋找盼望，盼望有一位醫生能治好我，能治好我。碰巧聽到拿撒勒人耶穌正在傳福音給我這等人，我這等人。他叫被擄的得釋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見，他叫受壓制的得自由。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我怎可不向主奔跑？此刻終於穿過人海，觸摸到你的依靠，你卻轉身找我身影，照我進到你的心坎。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主你甚美麗，主你甚美麗，無人像你愛我認識我，無人像你，主你是我相似，主你是我相似，在每季節尋覓答案，卻尋着你。是我的信。
呢個咧係我哋一個好自由嘅時間。作為一個基督徒咧，我哋每個星期都會返到嚟，我哋用詩歌、用心靈誠實嚟到去讚美主。所以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嘅嘉賓，你都可以好自由咁樣。你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坐低或者企起身，亦都歡迎你一齊嚟到參與我哋嘅敬拜。我哋每一個星期都會返到嚟，因為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有好多嘅問題，呢啲嘅問題只有返到嚟創造我哋嘅神嘅面前，我哋先可以揾到答案。因為聖經話，當我哋去尋找嘅時候，我哋就尋見；我哋去敲門嘅時候，佢就會開門俾我哋。因為當我哋仲未認識神嘅時候，神就已經認識我哋。監察認識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展開，從無福到現在，我行路或躺臥，你都知道，你都曉得。你知我口中每句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若升到天上，或往陰間下榻，你都在那裏。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我走失了迷了路，你仍然找到我，因你在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你右手永遠扶持我。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有天我忘了我是誰，你會呼叫我名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俾自己一個空間，檢視下自己嘅生命。我哋每一日嘅忙碌，最終會找到乜嘢答案？
你已監察認識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展開，從無福到現在，我行路或躺臥，你都知道，你都曉得。你知我口中每句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若升到天上，或往陰間下榻，你都在那裏。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我走失了迷了路，你仍然找到我，因你在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你右手永遠扶持我。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有天我忘了我是誰，你會呼叫我名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我走失了迷了路，你仍然找到我，因你在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你右手永遠扶持我。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有天我忘了我是誰，你會呼叫我名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有天我忘了我是誰，你會呼叫我名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我走失了迷了路，你仍然找到我，因你在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你右手永遠扶持我。耶穌，你是我牧羊人，就算有天我忘了我是誰，你會呼叫我名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意念何等寶貴，這是我深深知道。
主耶穌，我哋多謝你，主，因為我哋嘅受造係奇妙可畏，主，因為當我哋走失嘅時候，當我哋都唔記得自己真正嘅自己係點嘅時候，主係你親自嚟到尋找我哋。主啊，當我哋迷失嘅時候，你知道我哋嘅路喺邊度，你知道我嘅狀況喺邊度。主啊，所以我哋要一生嚟到去敬拜你，一生嚟到去努力嚟到尋求你。主，你係我哋獨一嘅主，獨一嘅神。我哋將我哋嘅敬拜，將我哋嘅禱告嚟到呈獻，求主你去悅納。我哋同心合意嘅敬拜，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好，大家可以請坐。跟住落嚟嘅時間呢，係奉獻嘅時間，係基督徒咧去表達對神嘅愛，同埋我哋對神嘅信心嘅回應。咁如果有第一次翻到嚟教會未認識奉獻嘅意義嘅話呢，唔需要介意。咁當然我哋都好鼓勵大家一齊去參加，經歷一個與神同在嘅時刻。一陣間我哋再次唱歌嘅時候，大家可以從中間嘅通道行出嚟，將奉獻擺喺奉獻箱，然之後兩邊行翻去你自己座位就可以啦。準備好嘅話呢，我哋一齊去唱一首嘅歌。盼望能遇見你，盼望能親近你，寧靜裏我心渴求，能遇見主，放下疑慮並重擔，放下前裏的思緒，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你。今天心中渴望聽到你呼喚我，微小的聲音引導着前路。今天心中渴望聽到你為着我，在你愛內被懷抱，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期望滿足心裏的渴望，因主親近我，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期望滿足心裏的渴望，因主親近我。主，我哋都好渴慕你嚟到親近我哋。主，我哋感謝你一直嘅恩典同埋同在。主，我哋同心將到我哋嘅奉獻，我哋嘅心意嚟到擺上，求主嚟到悅納去使用，幫助更多未認識你嘅人去認識你。我哋同心合意嘅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名字而求。Amen。好，大家請坐。好啦，而家將時間交翻俾 Seven。係。OK， 好，感謝主啊！讓我哋剛才嘅環節咧都感受到大大嘅愛。咁啊，嚟緊呢就係到我哋呢一個主日崇拜嘅主題啦，就係愛傳承當中嘅體化午餐會嘅結業禮咯。咁啊，呢一個活動咧，其實係一個特別嘅活動嚟嘅嚇。咁啊，回顧起啱啱喺4-5個月前，
我哋先至由一班弟兄姊妹咧係去策動呢件事。嗱，咁啊，大家都喺香港咧居住啦，咁啊，大家都講效率嘅，冇諗過咧，我哋都諗下喺教會當中搞嘅活動咧都咁有高效率啦。由起動至到呢一個今日嘅結業咧，短短嘅4-5個月都完成到9堂，兼且咧係可以咧係啟動更多人。咁啊，好啦，咁我哋當初起動嘅時候咧，體法午餐會究竟係咩嚟嘅？嗱，有冇人知嘅？同呢5個字當中諗唔諗到啲咩㗎？其實我哋冇諗到咁多嘅，後面做嘅 PPT 先要寫到更多。當時諗嘅時候咧係好簡單嘅咋。咁啊，好啦，我哋可以重溫一下。咁啊 Alpha Lunch 咧就有一個叫體法嘅午餐聚會。嗱，佢係一個有趣又互動嘅午餐聚會。嗱，可以讓人咧以真誠同埋冇壓力嘅嚟到教會呢邊咧，可以彼此交流對話，咁同埋去探索我哋嘅人生，認識基督嘅信仰。咁啊，當時我哋話，歡迎所有未信主嘅人。咁啊，無論初信啦，或者係信咗主都歡迎嘅。咁啊，我哋相信呢一個活動係可以堅固我哋嘅信仰，同埋對我哋嘅人生嘅意義咧有好大嘅睇法。只要你有興趣，你想探索你嘅人生，都歡迎你嚟。咁在我嚟講咧，當時我就同幾位弟兄咧、姊妹咧一齊諗起，其實我哋諗得仲簡單。我其實想約人食飯嘅啫。我係諗唔到咩地方又咁舒適，又唔趕時間，仲場地又咁大嚇，仲有冷氣嘆啊！咁啊，你諗下而家係咁熱嘅天氣咧，想揾一笪地方坐低食嚇，仲要係咁短時啊，即係有個長時間可以坐1個鐘頭嘅，邊度有啊？嚇，邊度有得揀啊？咁我就揀咗教會。咁同埋大家都忙，唔容易聚埋一齊，只要開一句聲話得唔得閒啊？嚟緊嘅星期2有冇時間呢？其實我哋就係咁樣開始嘅。好啦，咁啊睇法個午餐會究竟係點樣發展落去嘅咧？咁我哋而家呢個咧係一個花絮嘅環節，咁啊俾大家睇一睇咧，過去我哋做過啲咩嘢俾大家知道下。嗱，咁呢個咧就啱啱開始嘅草稿嚟嘅，即係我哋諗就好多嚇，寫就好多，筆記又做咗好多，開會咧都開過，其實開唔係好多次嘅咋，其實開咗2次到咧就啟動噶啦。咁啊好多謝我哋陣間都會有分享嘅 Mary 啦，係 Alpha 香港嘅組織，佢就攞出一個教科課程，就 Alpha Course 嘅課程咧，俾我哋去作為一個指引。咁但係當中我哋選擇咗好多嘅有意義嘅題目，譬如話人生就係咁過嘛，話呢個第一課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即係帶出成個嗰個主題，咁同埋拍攝嘅過程係用緊呢一個題材咧，係好新穎、好時尚嘅，一啲都唔 out 嘅，唔係睇翻幾十年前嗰啲片段，係真係好新嘅，好新嘅。咁啊，當中啦，咁啊亦都有耶穌係邊位啊？信仰係咩嚟㗎？點解要祈禱啊？種種咧，每一個主題咧，其實喺環節當中咧，每一次咧都吸引好多人，都喺嗰個席上面咧。大家冇諗過呢啲話題叮醒咗佢哋喺人生當中嘅意義，亦都冇諗過只係食個飯盒啫，都可以食出咁多味道出嚟嚇。雖然我哋好精心揀選嘅一間茶餐廳嚇，佢有12道風味嚇，但係最終大家係冇諗過係食呢啲咩飯盒，係最終係食呢個神嘅話語先係最重要嘅。咁我哋諗到喜樂嘅心乃是良藥，我哋相信喺我哋人生當中呢一句説話，正正就係刻喺我哋心當中。好啦，咁啊集思廣益，尋求得力，咁我哋就好想咁啊起步咯。咁啊進入咗咧就係裝備訓練啦。咁我哋諗好咗要決定行啦。咁其實行嘅時間咧，開咗2次會就決定喺5月，應該6月同7月啦，就起動啦。咁好啦，當中咧我哋真係要祈禱嘅，因為好多時我哋覺得人係咩都得，其實好多時咧人係做咩都唔得。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求問神，你可唔可以賜力量俾我哋？因為要約人都要人答應噶，要做都可以一齊起動，係咪咁容易咧？所以我哋都有祈禱，我哋都有代禱。呢件事當中，我哋將佢交託。其實我哋咁諗，請到幾多個，我哋唔諗咁多噶啦，交俾神啦。就算冇人嚟，都唔係我責任啊，係嘛？係啊，咁呢個係最好嘅，真係唔係我責任，係主啊，交俾你啦。嗱，我會約，我會打電話，我會 send 短信。但係我交託俾你 ，OK， 咁所以一切嚟得嘅，我都相信係感動嘅。一切嚟得嘅，都係想同你建立關係嘅。因為你一個邀請打動咗佢嘅心，因為你一個邀請，佢真係好耐冇見你。因為一個邀請，佢同你想再見翻面，好多話題都想講。
你有冇俾機會你嘅身邊朋友留一段時間俾佢呢？我成日都喺國內做嘢，咁所以呢，我的確係留咗好少時間俾朋友，咁所以我都借呢個機會，用星期二嘅中午呢去專程約我啲朋友嚟。咁啊，好啦，去到當日啦，你睇下個情景就係今日呢個場地啦。嗱，今日場地呢都坐到60-70人嘅，但係當日呢，我哋整得幾寬敞。嗱，睇睇個畫面上面啊，媲美一般嘅西餐廳㗎。我哋有鋪台布㗎，啊幾靚㗎，同埋我都有擺盆栽㗎嚇，好似啊側邊嗰啲盆栽咧都係俾我哋攞嚟用過㗎。咁啊係啦，咁我哋都會好細緻嘅。咁我哋先知道鋪台布咧係點樣鋪嚇，要滴啲水落去嘅先知。咁種種，我哋都係學習緊。嗱，每一樣嘢都係學習，每一樣嘢都係侍奉崗位，但係冇諗過嘅。呢一個參與反而令我哋咧係更加大嘅得着。福斯人啊咁開心嘅，睇到佢哋嘅參與，睇到佢哋嘅嚟到來臨，我哋係好喜悅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張外賣紙啦，呢張外賣紙跟隨咗我哋成2個月㗎啦。好啦，咁啊，去到呢一個第10課嘅主題，的確係好感動。呢個主題咧就係醫治人。呢個主題咧，亦都係咧喺我哋揀選當中咧。叮醒咗好多人咧，心靈上要需要得到醫治。佢哋都諗過咧，喺人生當中，佢哋有點點滴滴，無論工作，無論家人，無論個人成長，甚至係信仰上面，佢都需要得到醫治。嗱，咁啊，今次我哋講啦，先處理好情緒，再去做事情。真嘅，情緒而家係好多都市人嘅一個問題。情緒當中，信仰亦都係佢背後嘅支持。所以喺我哋嘅分享上面，喺我哋嘅邀請上面，其實有冇諗過佢哋係好需要？佢哋背後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佢哋嘅人生嘅一啲追求，但係正正佢就缺乏咗一個關心佢、邀請佢嘅人，去到呢一個合適嘅地方度，去一齊去交流同埋探討。我哋唔可以講話係我哋去教佢，反過來我哋有時覺得出席嘅人，佢真係教翻我哋轉頭，因為佢哋嘅分享係真真實實。有啲分享係話早2個月，我仲喺度決定緊做唔做呢個手術。哇！佢相信主，佢將呢件事交託俾主，所以佢決定做。所以今日佢可以見翻我哋。冇人諗過你個邀請，佢嘅到來，佢喺背後面係做咗啲咩，發生過啲咩事。但係佢係好需要神嘅幫忙，佢好需要愛，好需要主嘅愛。呢度咧就亦都係講緊，就係每一次我哋都會有食飯啦、睇視頻啦、分享啦，當中咧我哋都有遠至唔同地方、唔同地區嘅，有啲就好就近嘅，就喺觀塘區，好方便啦。觀塘、牛頭角、九龍灣就喺呢度翻工嘅人，但係有啲咧係專程而嚟嘅，遠到去元朗、荃灣、港島區，甚至我哋都有邀請過。咁啱佢話，我今日係出差喺深圳過嚟嘅，仲有就係話我係廣州過嚟嘅，佢哋出席香港嘅商務會議，只不過時間有下晝先開始，可唔可以中午過嚟？哇！一啲匪夷所思，一啲你諗唔到嘅，原來透過我哋嘅邀請，透過神喺我哋身上面做嘅工，我哋所做嘅嘢真係有意義，只不過係一盒飯盒嘅啫，一個中午嘅時間。12點半開始至到2點鐘，就咁多奇妙嘅嘢發生。嗱，呢個咧就係我哋 mark 低嘅9次會議嘅人數咯。你睇睇，睇唔睇到位數字？大大粒嘅18、18、21、16、17、31。嗱，最高嗰次係31位嘅嘉賓到來，平均我哋計過噶啦。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嚟到呢度9次嘅活動。有179位，我計數機督過2次噶啦，應該準噶啦。179位，接近180位，9次，平均20位，最高係31位。佢哋來自香港、深圳、廣州嘅朋友，佢哋嚟嘅可能係你嘅邀請，可能係一盒飯盒，諗住喺度食飯盒，但係冇諗過嘅係得比想象更多。當中呢，其實佢哋都會有好大嘅睇法。有啲話佢人生當中第一次踏入去基督教嘅教會裏面，因為國內嚟嘅朋友呢，係佢哋未去過教會嘅，佢哋好感動，第一次嚟呢度睇到咁多嘅嘢。
另外咧，我哋都好開心喺整個活動當中，我哋都需要有侍奉崗位，包括我哋每張台都有組長同埋副組長。冇諗過我哋教會裏面嘅弟兄姊妹咧，參與人數都去到接近20位啊！好多謝佢哋，我哋都俾支掌聲，我哋嘅教會同工有20個弟兄姊妹嚟到做侍奉工作，佢哋會做組長啦、副組長啦，去同呢一個來賓咧一齊分享佢哋嘅生命所得嘅。一啲分享到咧係醒起，原來我曾經我喺其他地方嘅時候咧，我經歷係有所感悟、有所睇法，所以咧我而家更愛教會，好感動。咁啊，最後咧，我哋都想咧為成個過程咧去代禱，亦都去更加邀請未來嚟緊嘅日子當中，我哋都希望繼續去舉辦呢一個活動。代禱當中，我哋都感受到嘉賓你哋嘅真正嘅生命上面嘅需要，你哋需要嘅係人生嘅意義、信仰嘅價值，仲有就係你哋生命當中點樣可以再晉升一級，你同你嘅家人嘅關係點樣去更加和諧。你喺工作上面點樣可以有進步？你點樣可以激發你嘅特質？你點樣可以成為一個你喺生命當中有意義嘅人？哇！好多呢啲話題都喺呢一個代禱當中去呈現。好啦，咁啊嚟緊呢，我哋想睇一睇一個短片嘅分享。咁啊，短片呢，我哋由於時間關係，我哋控制喺一個短短嘅5分鐘內。咁啊，後尾呢，我哋都繼續收到好多朋友嘅短片分享呢，都唔能夠一一盡錄。我哋希望期待後面嘅時間，我哋再播放。咁我哋先睇睇呢一輯嘅短片啦。所以持續咗，因為發行我嚟咗7次，可能係出席率最高嘅。咁就每一次嚟到就會有好多嘅有個 video 啦，咁啊俾大家睇完之後，咁啊聽咗好多自己信息或者同生活信息有關嘅，咁啊自己又開始自己咁樣睇法。咁啊有個研討嘅過程入邊咧，有即係每一台都有幾個人一齊分享啲主題。咁我相信每個人咧都有得着。咁啊，知道自己唔可以生活上啊、意識上啊咁樣去我哋可能學咗一啲係我哋平時未必識得學到嘅詞彙，呢個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堅持。Hello，我係 Derek 啊，咁咧我就之前咧參加咗嗰個嘅啟發課程啦。咁我嚟到咧當日咧，我覺得個氣氛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因為當日都有成10幾30人出席啦。咁喺個過程裏邊咧，我覺得冇話好似一般去教咁樣感覺，好似好拘謹啊咁樣。咁咧當日嘅流程有嘅活動都好多元化嘅。咁啊有一啲嘅朋友係做啲分享啦，亦都有啲嘅視頻咧係俾我哋睇。咁
好啊，正唔正啊？當初邀請佢哋拍嘅時候，佢話我唔知講咩啊，大約講幾多秒啊？我話10秒、15秒啦。殊不知每個人講咧都超過1分鐘嘅，講幾多唔完嘅，cut 幾多 cut 唔斷嘅。咁但係全部都係我哋自己自拍嘅，所以你見到啲鏡頭咧係大導演製作，就係我哋拍噶啦。喐嚟喐去咧唔穩定都係我哋噶嚇。咁但係真實嘅，佢哋真係出自內心嘅分享。咁所以每一個分享片段咧都係珍貴，同埋真係佢出自佢哋嘅內心嘅。好咁啊嗱，咁啊。錄播就有啦，咁啊現場咧，我哋都邀請咗我哋有3位嘅我哋嘅同工啦，咁一齊去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有分啊 Ada 啦、KK 啦同埋 Violet 嘅。咁我先邀請阿 Ada 先啦，俾啲掌聲好嗎？好，大家好啊！哇，一講到即係 Alpha Lunch 咧，其實我咧就會好開心啦，好雀躍啦。點解咧？因為即係第一個原因就係能夠喺當中咧，我認識到好多嘅新朋友啦。咁啊，亦都讓咧新朋友咧有機會嚟到教會咧去接觸福音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其實我哋愛傳承中心咧都有好多頭先阿 Stephen 都有講啦，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咧都有參與咧係午餐會。我想講咧就係弟兄姊妹你哋嘅出席咧，哇！即係無論你係出席咗幾多次都好，有啲咧差唔多嚟齊咁滯嘅。咁咧有啲咧就可能咧間中嚟，不過無論點都好，你哋嘅出席其實咧對我哋嚟講咧都係咧一份嘅支持同埋咧一份好大嘅鼓勵，因為有你哋嘅參與，令到咧成個聚會咧，哇！真係變得咧好豐富啊！嗰個互動性又強啦嚇，咁啊大家咧亦都有好真誠嘅分享。而我自己咧，即係講翻我自己啊，我咧都好 enjoy 喺入邊咧每一次嘅分享咧，其實我都真係好享受嘅。原來就係一個午餐，就係嚟傾下偈。其實咧，我哋就係喺度服侍緊，我哋喺度參與緊。大家咧，弟兄姊妹一齊嘅彼此嘅去配搭啦。哇！我見到咧係一幅咧好靚好靚嘅圖畫嚟嘅。我相信神見到呢一張咁靚嘅圖畫咧，佢都一定咧係好開心嘅。咁既然係一件咁美好嘅事啦，咁所以咧，我真係好鼓勵大家嚟緊，我哋仲會有。係嘛？第二季嘅喎，咁所以咧就請大家積極去邀請你身邊嘅朋友嚟參加，同埋就係你自己咧，我都邀請你，你咧嚟到我哋當中咧，我哋一齊嘅去服侍喎。因為咧，你諗下火咧就要不斷咁樣加炭咧，先會燒得旺噶嘛，係咪啊？咁你哋想唔想Alpha Lunch 咧能夠去燒旺佢啊？想啊，係咪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積極嘅參與，好唔好啊？咁咧，讓咧我哋教會咧喺牛頭角呢一度咧，能夠更大嘅去被神使用，亦都咧讓透過我哋嘅服侍咧，去祝福更加多人嘅生命。Amen。好啦，請阿 KK 啦。好，咁究竟我哋呢個啟發午餐會點嚟嘅咧？咁我尋晚翻屋企就抄咗個 WhatsApp 睇咗啲日程啦。4月27號咧，嗰一日7點鐘咧，我哋就約咗阿 Violet 同 Stephen就一齊咧去跑步，跑完步咧，我哋一齊傾下啲業務嘅嘢啦。咁食完早餐就坐低傾業務。咁我每次咧都會睇一章嘅箴言嘅，嗰日幾多號就睇幾多章。咁所以嗰日係幾多號啊？27號，所以睇咗27章。咁好啦，5月8號咧，我哋嗰日4月17號決定咗做啦，就5月8號咧就揾咗個牧師傾咗一次，啲牧師都好贊同。然之後5月14號咧就約埋阿 Mary 一齊有個 Zoom， 當日我都係喺廣州一齊去 Zoom。咁啊牧師咧就好愛護我哋啦，就哇你6月要搞會唔會太悶啊？得2個星期咁樣。跟住咧我哋就異有同聲都係話2個星期好多啦，好多時間啦，做到好多嘢啦。咁啊 Stephen 就話都係約翻人食飯啫，好簡單啊，唔使諗咁多啊。我成日約人食飯㗎啦咁樣。咁我哋就決定咗6月2號咧就起動開始去做啦咁樣。咁咧當然中間咧我哋有做過阿牧師同個 Violet 走過去30幾度啊，走咗喺街度派傳單啦。我同 Stephen 咧就由呢個17樓以上我哋去咗洗樓啦，去邀請人嚟啦。咁呢啲動作咧大家都見唔到啊。咁點解有咩驅使我去做咧？27號嗰日咧睇27章啦，第一節咧就係話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咁咧其實當時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嘅處境咧就係，
其實我為咗因為個生意唔係好掂啊，為咗我嘅生意咧，咁我放低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就係做人嘅嘢咧，你都會失敗嘅，但係做神嘅嘢咧，你一定唔會失敗嘅，一定唔會錯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顧一切啦，就唔諗，就同佢哋一齊咧去做呢件事。咁咧結果咧，我哋都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績啦。咁呢個我都講少少啦。咁有一次咧，我哋完咗之後一齊去祈禱啦。咁我就諗到喺我個腦海裏邊咧出現咗一個榕樹啊。榕樹大家知道啦，即係當啲氣根生咗落地下嘅時候咧，又會變成一棵樹咯。咁就希望愛傳承嘅弟兄姊妹都能夠，大家都變成好似榕樹嘅氣根咁樣啦。大家生根落地，然之後咧，你就會成為一棵好健壯嘅樹咯。繼續去揾多啲嘅結多啲嘅果子咯。咁啊，將成交俾 Wow 咧。好，咁啊，多謝啦。咁我出場咧都係有飯食，定係食檸檬啦？又再繼續啦。好啦，咁啊，唔係咁簡單嘅，而係咧就。啱啱咧，其實頭先多謝 Ada 師母同 KK 嘅分享啦。咁係嘅，我哋其實真係對上一次咧，如果大家記得我站喺台咧，就3個月前啦，啱啱好係5月17號。咁不經不覺咧，已經完成咗9次嘅 lunch 啦。咁但係我喺裏邊咧，我覺得好感動嘅位係咩咧？就係大家各按其分。真係大家互相補位嘅，係自動波嘅喎。咁所以呢一個大家嘅合力啦，教會大家之間嘅教友嘅互動咧，其實就真係好美好嘅。就令我諗起咧，即係好似以弗所書咧4章11至14裏邊嘅，我哋連於元首基督。互相咧就會各按其分啦，就彼此都會相助嘅。咁又好奇妙地咧，我上個星期日咧有個商會朋友邀請咗我去佢有50幾年歷史嘅教會裏邊咧，同啲職青做分享喎。咁又係俾我見到一樣嘢好有需要啊！大家咧真係好似頭先 Seven 咁講，午飯咧出邊熱辣辣係咪？咁你揾一個咁舒服嘅地方，又有得食埋午飯，又有啲嘢被刺激下嘅時候咧，原來真係好美好咯。咁所以我見到呢個需要之中就係鬧市中需要一個綠洲嘅一個需要，咁所以咧希望喺嗰個城市裏邊啦，我哋好多係喺商業大廈裏邊嘅教會咧，其實都可以用到我哋去咁做，因為我自己咧20多年前受惠過係一個 lunch 俾主撈翻嚟，跟住呢20多年就捉緊神啦，咁所以咧我好希望愛傳承呢一度咧。其實嗰度有同我講，佢話可唔可以嚟參觀下咁啊？我話好好啊，日後我同我邊傾下再安排。其實做咗示範單位，知唔知啊？你哋好勁啊！做咗呢個嘅示範單位，咁所以咧最後啦，希望祝福我哋所有嘅教友啦喺呢度咧，大家好輕鬆嘅，真係好輕鬆，約人食餐飯係大家叫聚一聚。咁但係結果咧，你種咗美好嘅種子喺佢裏邊咧，真係唔知幾時會結果子出嚟咯。好多謝晒大家，唔該。好，咁啊，多謝我哋3位嘅一個分享見證啦，同工。咁啊，跟住嚟我哋要請我哋嘅 Alpha 香港嘅呢個 Mary 上台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啊，你嘅所見啦。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我叫 Mary，就係香港啟發同工，我負責職場事工嘅。咁今日咧見到大家非常之開心同埋興奮，即係見到咁多嘅事情，好似講話係短即係2個禮拜就可以成就。咁我見到咧呢一個真係極具行動力嘅教會同埋團隊，再一次俾啲掌聲好嘛？即係我哋嘅教會同工啦，所有參與嘅義工團隊同埋所有嚟幫手嘅弟兄姊妹，咁咧。簡單介紹下啟發好唔好啊？頭先雖然我哋主席都有同我哋講過少少，咁咧有幾多人係曾經聽過啟發㗎？有冇啲聽過嘅？聽過嘅，亦都有部分嘅。咁我就簡單講下，大家估下咧，全球有幾多人曾經參與過啟發咧？我俾幾個大家估啊！第一1000萬，第二2000萬，第三3000萬。3000萬冇錯，非常之聰明，3000萬。咁其實全球咧有超過170個國家咧都有啟發。亦都咧有超過3000萬人咧係參與過，而咧嗰個翻譯咗嘅語言咧都有超過100個喎。咁你覺得哇，點解即係呢一樣嘢係咁多人中意上同埋咁多人體驗咧？因為佢好簡單嘅方式咧係可以傳福音，就係透過食飯。我哋個個都要食飯㗎啦，係咪？咁咧福音內容擺喺影片裏邊，影片同埋咧一齊去到傾偈。咁其實食飯大家識唔識啊？一定識啦。傾偈咧都 OK 啦，咁好多人咧都好擔心啊，其實點樣去傳福音呢？不過透過大家一齊嚟食飯，邀請人嚟一齊食餐飯啦，同埋傾偈咧就可以傳福音。所以咧，我哋好感恩喺香港嘅裏邊咧，有超過2/3嘅教會咧都有舉辦啟發喎。咁不過今個啟發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佢係職場嘅，即係咧係我哋特別為職場朋友而設。頭先非常之
echo 到啊 Violet 所講咧職場人嗰個需要。咁我負責職場事工啦，所以咧我接觸好多嘅職場朋友。咁其實咧佢哋都分享咧個狀態裏邊，日復日翻工，其實咧係首先好多人都好攰嘅，咁亦都好多人咧其實好大壓力，咁亦都唔少人咧而家好擔心。因為大家都知啦，無論經濟或 AI，好多前路茫茫嘅嗰啲做生意嘅都困難。咁並且咧好多甚至乎可能已經係身心靈都有一啲嘅疾病啊，但係冇人可以講咯。咁其實咧食晏可能1個鐘好啲嘅，1個鐘鬆啲。咁但係仲要大熱天時落去排隊啊，又要買啊，又要同人逼啊。咁有飯腳都好啲喎，冇飯腳咧其實好孤單。咁但係即使有飯腳咧，可能都係傾啲好表面嘅嘢。但係呢一度咧，即係好好啊！喺工廈裏邊、商廈嘅裏邊，係咧騰出一個空間，成為城市綠洲。咁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可能其實我哋見過無數嘅職場朋友，佢哋喺表面上好打得好勁，翻工嘅時候咧就係無所不能，但係其實佢心靈咧係好脆弱，係好希望有人可能只不過係聆聽下佢講一講佢其實面對緊啲乜嘢，佢心中有咩問題。佢有啲乜嘢係好想，會唔會有一位神幫到自己呢？咁我咧好感謝教會同埋團隊係提供咗呢一個空間，讓到咧喺附近翻工或者甚至乎喺廣州、深圳嘅朋友嚟到。咁咧我好盼望即係呢一個好似 Well 嚟講係示範單位。咁咧日後如果喺香港，大家想像下喎，千幾間教會有唔少其實係喺商廈或者佢附近都有好多翻工嘅人。如果間間都好似大家咁樣開放咗，成為城市綠洲。咁你諗下，有幾多喺香港職場嘅人可以係透過就咁食飯一個輕鬆嘅時間認識耶穌呢？咁願意咧，我哋都係喺呢一度咧，成為一個起始點，讓嘢咧大家咧都透過即係呢一度嘅啟發啦，可以祝福到唔單止呢一區，甚至乎係全香港嘅教會，好嘛？好多謝大家，咁我交翻俾主席。好，咁啊有請阿 Mary 留步先。咁啊，我哋教會咧就會送一份呢個感謝狀俾你，多謝你嘅支持。多好，咁啊，我哋有請我哋嘅攝影師。好多謝晒 Mary，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會頒發一啲係出席嘅一啲證書喎。咁啊，多謝你哋喺呢個過去嘅睇法午餐聚會當中咧，都出席我哋嘅活動。包括我哋讀名嘅話，可以跟住出嚟台上啊。Perry Ho、Ellison Mark， 下一位請準備。咁啊，先影張相先嚇，同埋我哋有份紀念品送俾你嘅。咁可以站企一邊先嚇，陣間我哋嚟個大合影啊！好，第二位 Ellison Mark， 阿 Ray Wong 請準備啊！阿 Ray 你都有啊 ！Hello， 阿 Ray 請到嚟到台上，阿 Kerman 請你準備啊！好，跟住就 Cameron 啦，請上台。Benjamin 請準備啊。好，恭喜晒。好 ，Benjamin 請上台。Winky 請你準備啊。OK， 好 ，Winky 請你上台啊！咁啊，陣間我哋影個大合照啊！好，我哋一齊企上台，咁亦都邀請埋阿 Mary 同我哋一齊影，同埋頭先嗰3位分享啊 ，Wow、KK 同埋阿 Ada 啊！
好，恭喜晒大家，好多謝晒你哋嘅出席。咁啊，接住落咧就係嚟緊就到我哋嘅牧師啦。至於牧師咧就有啲係異象嘅分享。好，咁啊，感謝主啊！我哋呢個嘅即係成個嘅啟發午餐會咧，其實有個主題嘅，佢叫傳承啟發2026。大家有冇收過嗰張嘅卡片仔咧？頭先喜樂啲心乃是良藥上面，其實就印住呢個我哋嘅意象嚟嘅，就係話傳承咧。即係唔係淨係愛傳承啊，係全香港咧都可以咧，其實有啟發呢一個嘅即係午餐會，甚至乎有一個福音嘅即係項目嘅。咁我哋今次咧傳承啟發咧，其實係比較針對咧係職場啦，因為我哋坐落喺一個即係商貿區裏邊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附近咧就係好多嘅即係職場嘅朋友。你知唔知原來香港咧嗰個嘅在職嘅朋友，即係或者係就業人口咧係大概幾多人咧？寫咗啦，3639000幾人㗎，係咪？差唔多有即係7成6成嘅即係人口啦。咁但係九龍東咧，即係我哋而家坐落嘅呢個牛頭角啦，或者觀塘區咧，其實包括埋九龍灣咧、新蒲崗咧，同埋啟德呢個嘅即係商業區咧，其實嗰個就業人口，即係呢度翻工嘅人咧，每一日咧，其實有32萬人嘅，所以好誇張嘅。你見到有陣時放工翻工嘅時間咧，其實係好似係動物大遷徙咁樣嘅，即係你想過啊，你要快手啲啊，如果唔係你接唔到噶啦，過唔到斑馬線噶嘛嚇。咁所以我哋其實神擺我哋喺呢度咧，其實係服侍緊，應該係起碼都32萬人嚇，或者觀塘區或者呢個牛頭角區可能少啲20幾萬人咯咁樣嚇。呢個就係我哋都要去同佢哋傳福音、履行大使命嘅一班嘅對象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哋愛傳承喺今次嘅一個即係啟發活動嘅開始啦，第一次之後咧，我哋應該係要繼續持續嘅，因為呢個福音嘅即係禾場係好大啦，所以其實對住職場呢個福音點樣去接觸佢哋咧，我今次就開始咗第一次。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或者一個經驗啦，一個好好嘅經驗。頭先即係主席都有分享過啦，其實數過參加嘅一個人次咧179人啊，咁所以我確認咧呢個加數係啱嘅。9次嘅即係出席咧，加埋有179人次係啦。咁啊，但係裏邊咧其實有啲當然有嚟過即係好多次咁，所以其實我將啲名單再重整理過之後咧，其實總共有名有姓有留，即係我哋計到嘅咧。其實有42位咁多嘅嚇，裏邊有一部分係我哋嘅教友啦，佢邀請咗朋友嚟啦，咁但係大部分都係啲新朋友嚟嘅。有在座今日你都嚟參加嘅即係朋友，咁你每一個名咧其實都係好寶貴嘅。我哋個別去同佢哋接觸過，亦都期望咧嚟緊我哋可以有機會再係同你哋去嚟到認識㗎嚇。神更加係會好珍惜每一個人，每一個嚟到當中嘅人。咁所以盼望咧，其實我哋呢個嘅福音嘅工作一路繼續延續，一路繼續延續。呢度有冇你個名喺度啊？如果冇嘅話咧，記得下一次嚟緊嘅即係 Alpha Lunch 咧，都希望見到你啊嚇。咁其實我哋 Alpha Lunch 裏邊做咩咧？其實唔係淨係食嘢啊嘛嚇。嗰個午餐盒咧，雖然即係好有心思，都幾好食嘅，質素都唔錯嘅，但係其實都係一個飯盒嚟嘅啫，係咪？況且仲要自己俾錢喎，唔係 free lunch 嚟嘅喎嚇。咁所以點解要嚟到呢？其實係做咩呢？其實因為頭先大家都聽到啊，喺裏邊其實我哋係見到我哋有啲嘅信仰嘅分享嘅即係主題喺度。每一次呢，有個短片裏邊會探索一啲嘅信仰或者人生意義嘅問題，係好難得嘅，係讓到呢每唔同嘅朋友咧，係有一個嘅平台，有機會咧，係可以大家去即係分享嘅咁，所以係一個好珍貴嘅時間。咁我哋其實裏邊分享嘅正正就係福音福音係咩嚟嘅咧？所以喺呢度我哋都會問，其實福音係如果簡單啲講，福音就係一個能夠去即係拯救我哋生命嘅一樣嘅即係東西，係上帝要俾我哋嘅禮物嚟嘅。咁所以喺羅馬書呢度咧，有一個經文咁講，佢話福音咧係神嘅大能嚟嘅。神嘅大能咧，你唔好睇得咁簡單。神嘅大能呢度咧，佢係講緊咧係一種嘅能量，好強勁嘅能量。佢希臘嘅嗰個字咧，大能咧就係用咗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一個叫Dynamite，即係一個炸藥。
你諗下一個炸藥可以點啊？炸開我哋嘅生命㗎。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生命喺一個困局當中，上帝呢個福音咧係可以炸開我哋嘅生命，救我哋每一個相信人啊！嚇，佢呢個嘅即係福音同樣亦都可以讓我哋嘅生命活得更加精彩、更加豐富。所以耶穌佢曾經咁講，佢話佢嚟咧係要叫人得生命，並且係得着一個豐盛嘅生命。何謂豐盛嘅生命呢？我相信咧係我哋大家都每個人當然都有啲定義，但係豐盛嘅生命講得上豐盛，即係話其實佢係應該讓我哋嘅生命得到滿足、得到飽足、得到係有一種盼望嘅，先至為之豐盛啦。係咪咁？所以其實見證都好重要。喺呢度呢，我都會想分享一個呢，唔係個人嘅見證，係一個呢。其實我喺度思考嘅時候呢，即係都有引用嘅見證啦。我都係諗用唔用呢個即係分享呢個故事好呢？但係因為佢都係喺一本嘅即係中信近期中信嘅雜誌度一個分享嘅一個嘅見證啦。咁我嗰時都有啲嘅取捨，我覺得都唔容易嘅。其實分享見證，不如分享個好正嗰啲啦，即係病得醫治啦，又或者即係有神蹟奇事啦。但係我都會諗見證其實都要好真實。見證都要大家都有感受或者我哋都會見到好多時會見到嘅。咁喺呢啲見證裏邊，呢個人經歷過信仰嘅時候，或者經歷過呢個福音嘅時候，如何嘅呢個福音幫到佢咧？呢個先至係真實有說服力。咁所以我揀咗一個咧，可能都係大家可能都覺得唔係有啲奇怪嘅見證。呢個見證咧，其實個主題就係佢呢位嘅即係朋友，佢咁講，即係呢個信徒啦，呢個即係信主嘅人咧，佢就係一個女士，佢嘅婚姻出咗問題，所以佢個題目就係婚姻嘅低谷中遇見真光。其實喺大家我哋所身處嘅嗰個環境，呢個時代，呢個社會裏邊咧，好多人嘅婚姻都出咗問題，原因都係好簡單，不外乎就係相處上嘅困難，不外乎就係一啲嘅即係關係上嘅背叛咁樣。咁所以呢位嘅即係女士咧，佢結咗婚之後咧，佢同佢丈夫咧都有3個小朋友。佢睇落去都係一個美滿幸福嘅家庭啊，係咪？咁咧，但係佢嘅經歷遭遇就係咁嘅。我簡單咁講咧。佢就係佢供佢丈夫去讀書喎，咁好有心啦。好多時都希望即係丈夫即係事業有成，然之後可以嚟到照顧家庭啦，係咪有3個小朋友？咁於是乎丈夫去到讀書完成咗，即係喺台灣讀書啊，外國讀書，大學讀書之後呢，佢就喺台灣做嘢，做咗幾年嘢之後呢，佢哋婚姻出現咗問題喎。咁簡單嚟講，最後就係佢嘅丈夫即係背叛啦，有外遇啦。咁呢個太太非常之痛苦，活喺一個都好痛苦嘅即係心情裏邊。佢持續嘅時間咧，跟住之後咧不斷嘅吵鬧啦，連埋3個小朋友。佢有一次咧，丈夫揸住車，然之後喺公路上面就出現意外，撞車反埋車。喺嗰刻咧，呢個太太第一時間佢關注嘅就係嗰3個小朋友嘅安危，於是乎佢祈禱，佢話神啊，你救我3個小朋友。最後咧個車停定咗落嚟之後咧，佢第一時間佢就即刻掹開車門之後就拉咗佢3個小朋友出車外邊。好不幸咧，丈夫就都出咗車，即係呢個意外裏邊咧就即係半身不遂佢癱瘓咗啦。咁去到其實後尾咧，原來發現咧，其實原來個丈夫咧係想自殺嗰次，佢想撞車自己死，亦都成家人一齊即係自盡。咁當然喺一種好痛苦嗰種嘅關係裏邊，可能佢諗一個咁嘅歪路啦。結果咧之後咧，呢個太太當然都好憤怒啦。整之後嘅一段嘅時間，10年嘅時間，呢個太太同呢個丈夫就不斷喺呢個嘅即係離婚嘅一啲嘅訴訟纏繞裏邊，雙方就要爭奪呢個嘅仔女撫養權啦。然之後亦都係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憤怒喺當中。呢個嘅即係太太好痛苦，內心好悲痛，佢亦都好覺得生命好苦，所以喺嗰段時間咧，佢冇再返教會啦。佢亦都嘗試不斷有時都會問緊神啊，你喺邊度啊？神啊，你點樣可以幫助我咧？佢當其時有一段咁嘅説話裏邊咁講噶。如果你睇到啲即係字嘅話咧，你會見到佢咁講。我試下讀俾大家聽。佢話：主啊，呢個婚姻咧，我唔要啦，太痛苦啦。我唔想彼此傷害啦。佢而家殘廢咗，
憑咩要我去照顧佢一世呢？咁樣落去我活唔到落去啦！我想要離開佢，讓我哋各自都背起自己十字架。你聽到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好悲、好絕望嘅一個人嘅一段嘅即係説話，向神嘅一個傾訴。佢生命真係好痛苦。咁所以呢，其實喺一個咁痛苦無助嘅人嘅情況底下，其實呢個信仰仲可唔可以幫到佢呢？咁於是乎呢，佢持續嘅一個嘅10年嘅時間呢，佢都活喺呢種嘅即係痛苦當中。其實上帝從來似乎都冇離開過佢，因為就係呢一種嘅即係需要呢一個人呢，其實都不斷。佢雖然好似冇返教會，佢亦都好似同神有啲嘅即係拗撬咁樣，但係佢都係有一個盼望。佢依然係盼望，即係上帝係有一種力量俾佢，可以度過呢一個嘅即係呢啲嘅困難。結果10年時間，佢的而且確就係靠住一份嘅盼望。如果唔係，其實可能都會選擇可能死咗佢都唔定嘅喎。咁於是乎10年嘅過去啦，結果佢搞離婚呢，爭啲搞成㗎啦。去到最後呢，佢先生就冇出庭啦。咁於是乎呢，其實係咩原因呢？最後嗰次呢，冇辦法出庭，因為原來喺出庭之前嗰一段嘅時間，嗰個好短嘅時間呢，佢先生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結果佢離婚就離唔成咯，因為先生都死咗啦。咁於是乎呢，一路嘅時間落去之後呢，其實佢都喺度問點解會係咁呢？咁但係佢都會需要慢慢走出呢種嘅悲痛同埋即係一種創傷嘅一個關係裏邊。喺經過咗3個幾月之後呢，有一次呢，佢話收到一個電話，就係保險公司打俾佢，就話佢先生留低咗一份嘅保險。咁佢仲未離婚啊，咁所以佢仲係一個合法繼承人啊，咁所以佢係繼承咗份保險啊。結果嗰份保險嘅賠償金就讓佢都清還翻嗰啲嘅即係房屋貸款。就係咁樣，呢個人再次面對翻佢前面嘅人生，佢要再重拾翻佢生命。佢再慢慢同仔女建立翻個關係，佢嘅生活要展開面前新嘅生活。喺呢個見證其實係好似好簡單，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唔係一個好完美嘅結局，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毫無困難或者係挑戰嘅一個人生，係好多嘅即係困擾，甚至乎可能係破碎嘅人生。但係其實呢種嘅生命，我哋周圍都見到㗎。我哋周圍都可能有啲人認識，有啲可能我哋見到係會係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要問其實福音點樣去可以嚟到幫到佢呢？佢喺呢度呢，佢嘅分享就話，其實喺婚姻嘅低谷當中，佢係遇見咗真光。原來上帝呢，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呢，從來都冇話係一個呢其實只係賜俾我哋淨係有呢個嘅平安喜快樂，或者淨係有呢個祝福，冇呢一個困難。呢個信仰可能都同樣，我哋會面對呢個挑戰，會同樣面對一啲嘅考驗，甚至乎會面對呢啲可能呢啲嘅掙扎同埋啲打擊。但係有同一個冇信仰嘅人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原來呢個上帝係好真實。喺你最困擾、最困難嘅時刻，佢其實都仲係支持住你嘅生命可以行走落去，有嗰份力量去相信我哋仲有一個明天。喺一個嘅咁艱難嘅一種生命嘅掙扎裏邊呢，我哋同樣有上帝有陣時一啲嘅即係足跡同埋保守。你睇下離婚雖然離唔成，但係結果佢係讓佢都起碼喺個財務上原來喺財務上佢可以即係解決得到。有時係上帝一啲嘅安排，唔係我哋計算想像得到嘅。所以信仰上帝耶穌話佢嚟係要叫人得生命，係好真實。呢一個福音亦都係好真實。所以今日各位親愛朋友，或者你嚟到當中，可能你會問其實即係我哋參加呢個 Alpha Lunch 係做咩㗎啦？我哋其實裏邊探索嘅即係一個嘅信息或者主題嘅為咗咩呢？原來其實都係講緊呢一位愛我哋嘅上帝係好真實嘅，想同你一齊同行呢個人生。佢好想你嘅人生係有種力量，有個盼望。
我哋活喺一個可能艱難挑戰嘅時代，我哋更加需要呢一份盼望去請敬拜隊。我哋好需要呢一個嘅能夠去支持我哋生命行走嘅一個福音。所以今日如果當你去問究竟即係信仰耶穌係咩啊？福音係咩啊？你可以從一啲真實呢啲個案嘅人嘅生命當中，佢哋都思考啊嚇，佢哋都走過嚟佢哋嘅生命嘅路啊。如果唔係信仰喺當中，其實我相信未必走得到10年，亦都相信未必會見到有即係未來。但係我哋當然我哋唔係即係需要個人都走呢啲咁艱難嘅路，但係人嘅生命好多時嗰種嘅打擊破碎，可能係我哋自己親手造成嘅，亦都可能係你身邊人即係佢有意無意去造成嘅。當我哋面對住呢啲嘅困局嘅時候，相信我啊，耶穌基督係我哋生命嘅盼望同埋出路。佢俾到我哋嘅係一個真實嘅一個醫治同埋應許。所以今日仲有冇醫治啊？今日仲有冇上帝嘅同在啊？今日仲有冇恩典或者保守啊？係有嘅。喺 Avalanche 當中，你會越聽越多，越見越多，亦都認識好多即係有呢個信仰足跡嘅人。我想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好實際，我哋唔係好簡單地淨係相信啊！你一信到耶穌就風平浪靜啦，就即係樣樣都順風順水啦，或者係發財啊發達啦，唔係咁樣嘅，亦都冇人可以應允你係咁樣。但係可以應許嘅就係上帝愛我哋嗰種嘅愛好真實，臨到你，支持你嘅人生，俾你有力量，等你行走得有信心、有盼望。有呢份嘅生命力喺當中，我哋閉上眼睛，我哋聽一聽呢首嘅詩歌啊，讓我去親近你啊。我能遇見你，我能親近你，寧靜裏我心渴求，能遇見主。並重擔，放下前裏的是誰，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你。今天心中渴望聽到你呼喚我，微小的聲音引導着前路，今天心中渴望感到你會將我在你愛內被懷抱，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期望滿足心裏的渴望，因主親近我。係啊，為到每一位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朋友、嘉賓，我為你嚟到去禱告，求主咧，上帝溫暖嘅手去觸摸你，觸摸你嘅心，讓你知道咧，其實上帝係愛你啊，佢揀選你，佢好想咧嚟到去親近你，並且咧去嚟到與你去共行同行你嘅一生。喺你嘅生命裏邊，或許遇到過好多嘅困難，遇到過好多嘅掙扎。甚至乎咧，可能以前或者目前嘅環境亦都唔容易，但係你唔好去放棄啊！你都唔好去失望、絕望，你要去相信啦，打開你嘅心，因為當你喺
困難、失望或者甚至乎可能絕望嘅時候，你正正就係需要呢一個福音，耶穌基督嘅福音，係一份白白嘅恩典同埋禮物，係可以醫治人嘅，醫治人嘅心，拯救人嘅，俾你有盼望嘅，俾你對前路前面前係有盼望嘅，因為呢位神係一個大能嘅神，佢可以拯救人、幫助人嘅神，佢好想嚟到去親近你，佢好想嚟到去讓你去認識佢，所以呢一刻呢，我好想去呼籲你，好像你心裏邊係有呢份嘅渴望同埋盼望嘅話呢，你可以好簡單，你好打開你嘅心，你向主耶穌向神講，神啊，我邀請你嚟到去進入到我嘅心裏邊，進入到我嘅生命當中，與我去同行，幫助我，賜俾我有力量，幫助我，帶俾我有人生嘅盼望，賜俾我有嗰份嘅相信，亦都有一份嘅真係對前面嘅一份嘅永恆嘅一個嘅盼望。係啊，當你開口向神咁去講嘅時候，我哋心裏邊願意咁樣嚟到打開心，讓神去觸碰你嘅時候，上帝就即刻速速臨到你啦。你相信嗎？讓上帝帶領住你，你嘅人生係會充滿住盼望嘅人生，為你去禱告，為你去祝福。我好相信神一刻呢，佢要嚟到去同你建立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佢要親近你，亦都讓你可以成為佢朋友，幫助你，帶領你一生。係啊，呢個時候呢，我哋都一齊嘅去站立啦，我哋一齊嚟到用呢首嘅詩歌嚟到去回應啊！渴望上帝遇見我哋嘅生命嘅時候，我哋嘅生命可以係有一份嘅力量來平安，好嗎？渴望能遇見你，渴望能親近你，寧靜裏我心渴求，能遇見主，放下疑慮並重擔，放下前裏的思緒，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你。今天心中渴望聽到你呼喚我，微小的聲音引導着前路。今天心中渴望感到你為着我，在你愛內被懷抱。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希望滿足心裏的渴望，讓主親近我。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希望滿足心裏的渴望，讓主親近我。期望滿足心裏的渴望，讓主親近我。係啊，主啊，我哋呼求，願我哋嘅呼求，願我哋嘅渴望咧，主嚟到全然嘅去滿足，並且嚟到去賜福我哋，讓我哋嘅生命得着呢份嘅飽足，讓我哋嘅生命喺你嘅懷抱當中
係得着呢份嘅安穩。多謝主，垂聽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敬拜，奉耶穌嘅名，Amen。好，大家請坐。咁咧我最後多少少嘅即係報告式嘅分享啦嚇，咁我哋嚟緊咧10月係會有第2 round 嘅即係Alpha Lunch 啦，咁啊日期咧定咗係10月20號去到12月8號咧，係連續有8個星期嘅時間，9個星期嘅時間咧係會有呢個 Alpha Lunch 咯。咁到時咧都預備好啦，咁啊讓我哋都諗下啊，為你身邊嘅人咧去嚟到去禱告啦，係啦，邀請佢哋啦。咁同樣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想咧，我哋弟兄姊妹都可以係第一 round 咧，你如果係參與過呢個團隊嘅服侍，你可以繼續。如果咧第2 round 你想繼續嚟咧，我邀請你而家預備啦。咁我哋嚟緊第2 round 咧，我哋好希望多啲弟兄姊妹可以一同嚟到參與，包括做呢個接待啦、組長啦、做一個助手啦，甚至乎我哋喺度一啲視播音控嘅，即係都需要有啲人手嚟幫手嘅，好嘛？咁啊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度見到你啦，好冇？咁啊讓呢個嘅 Alpha Lunch 咧啟發午餐會咧都可以成為我哋一個履行大使命啦，向我哋周遭嘅弟兄姊妹朋友咧去傳福音嘅一個好嘅平台啦，好冇？咁啊嚟緊預嚟到去，希望見到你。OK，咁啊將我哋今日咧嘅聚會咧嚟到呢度啦，我哋將即係最好嘅掌聲呈現俾主啦，多謝主喺當中俾我哋一份嘅勉勵，好嘛？咁啊落嚟嘅時間咧，邀請你留低，可以同我哋嘅嘉賓朋友啦、新朋友嚟度傾下偈，好唔好啊？